行山人士夏天好多時咧都會改行世界避暑，專家就話行世界嘅裝備同行山人唔同，最緊要就係防滑，亦都唔適宜單獨出動去秋霞嗰度。有瀑布，有水潭，酷熱天氣驚中暑，好多行山嘅人會改行石階，撐到九清涼。但係有一個禁忌，就係落雨一定唔行得。因為呢條澗嚟講咧，如果係大水嗰陣咧，危險性就會高啲咯。咁啊，同埋或者係落完雨啊，咁比較濕線啊，咁咧就水位高咧，咁啊會係危險啲啦。裝備同行山都唔同㗎，因為大齊有青苔，要着對防滑嘅鞋，仲要戴定手套，準備掹住啲樹枝擒上擒落。咁其實咧行澗嚟講咧，就話